4月份大小姐生日，想去紐西蘭 skydiving 喎。今次我就趁紐西蘭航空60週年慶做特價嘅時候買，價錢係29657，用 Visa 買仲有800蚊回贈，實際係28857。坐10個鐘頭機都叫做可以瞓到幾個鐘。今次成集都會講紐西蘭航空商務客位，因為去程同回程嘅商務艙設計唔同，去程嘅都叫正常啲，回程嘅就真係一言難盡。唔知話佢騎呢好定係話佢尷尬好，總之大家睇落去就會知㗎啦。好，唔講咁多，check in完入去 lunch 食下嘢先。紐西蘭航空喺香港冇自己嘅貴賓室，但係佢可以用2間合作伙伴星空聯盟同寰宇一家嘅貴賓室。之前我介紹過星空聯盟銀印貴賓室，所以今次我就介紹另外一家寰宇一家嘅玉衡堂。佢係香港面積最大嘅貴賓室，相信呢個貴賓室香港人係非常之咁熟悉㗎啦。玉衡堂主要分開6大區，食物方面佢提供西餐，有好味嘅即焗披薩。中餐點方面呢，佢提供麵食點心、燒味飯。飲品方面，佢提供咗酒吧同埋品茶嘅名茶坊。而旅客服務方面，佢就提供咗淋浴間同埋可以瞓覺嘅休息間。班機係傍晚6點起飛，我哋飲完呢個下午茶之後就上機啦。呢班 NZ80 採用咗波音787-9機型，商務座位嘅排列係121。座椅採用咗米白色嘅外殼，灰白色襯紫色嘅質感座位，配木紋面嘅側台，有 USB Type-C 同電掣插座，上面有空間放嘢。一般嘅降噪耳機。置物空間方面，掛耳筒旁邊有個有門小櫃，而門後邊係有塊鏡仔嘅。咁航空公司喺呢個櫃裏邊呢，就擺低咗支水㗎啦。咁呢個櫃本身都幾好擺嘅，因為你可以擺啲叉電器啊、電話啊，甚至乎 iPad 都可以。座椅旁有一個細細地嘅三角形嘅櫃仔，但係個形狀就唔知放啲咩好。咁其他嘅配置仲有閱讀燈。餐台方面佢就收得幾隱蔽下嘅，撳咗呢個掣之後，座椅旁就會彈出一個摺櫃。用啲力抽呢張金屬台出嚟 ，size 唔係好大，佢可以褪前褪後、褪出褪入，但係就一定要對啱個位先至可以放返入去。上面呢個木紋台仔仲可以無線插電，但係接觸唔係幾好，堅力多於一切，插到插唔到，唉，算罷啦。最後我都係用返有線插電。好多航空公司都喺過夜包嗰方面下功夫，俾乘客有個奢華嘅感受。呢方面紐航真心環保啊！佢個過夜包係用雞皮紙做嘅，我都係第一次收用雞皮紙做嘅過夜包。嗰刻個心真係喺度諗，咁㗎咋？點都好啦，我哋睇下個包裏邊有乜先。呢支黑毛牙刷啲毛好硬，用完一次就算啦。呢隻 Hodea 嘅 Hand and Body Cream 喺飛機上高咁乾燥嘅環境搽手又啱啱好喎。第一次收過夜包會有筆，原來真係有用喎，因為要填入境表。咁呢度順帶一提啦，填入境表嘅時候記住要填得認真喎。如果有帶食物入境嘅話，就一定要申報清楚。咁仲有耳塞牙膏，咁呢啲係過夜包必備啦。最後呢支 Hodea Kawa Kawa Prime 用過之後，發現佢真心好用。旅程之中我生唇瘡，搽佢好得好快，所以喺回程嘅時候，我特登喺機場揾佢檔口買佢。原來 Kawa Kawa 具強效抗炎活性物質，呢隻係紐西蘭天然抗炎抗菌鎮痛多用途舒緩膏。如果下次你有機會去紐西蘭嘅話，你記住要試下。最後就係一對好有紐西蘭航空特色嘅襪，咁過夜包就係咁多啦。我只能夠講呢個過夜包非常實際有用，但係如果你話要有奢華嘅感覺咩，佢就一定講唔上啦。至
至於機上娛樂方面，完全係 touch mon 冇 remote 嘅，配有多個文字選擇，你可以用藍牙連接自己嘅耳筒。啲片都算新嘅，有當時仲喺香港上映緊嘅電影，但係中文戲就比較少啦，只係有3出。飛機有任用 WiFi， 實測可以 send WhatsApp 上 IG， 上網速度好慢。我原本諗住申報電子入境表格，但係空中服務員同我講，佢話如果我咁樣做嘅話，落機都未搞得掂啊。最後唯有乖乖地用佢支原子筆填入境表格啦。餐飲方面，點咗佢嘅 signature cocktail， 以為實冇死，點知真心難飲啊！直頭係細路仔飲咳水嗰隻味道啊！晚餐頭盤我揀咗忌廉蘑菇湯，主菜我就揀咗三文魚。上餐食啦，首先要講一講佢嘅蒜蓉麵包先。我覺得佢熱辣辣，而且仲係鬆脆，絕對係合格嘅。而個湯佢滲咗啲芝士蘑菇脆。咁個湯身又唔係太結，整體嚟講溫度亦都適中，所以都 OK 嘅。上主菜啦，一上主菜見到呢個沙律，明明係柚子芝麻醬，見到啲醬汁都冇多滴，個心已經覺得有少少中伏。跟住睇埋個主菜三文魚，呢兩條好似隔咗3-4日嘅隔夜菜擺咗喺側邊拌菜，我就已經覺得中晒伏。嚿三文魚真係熟到不能再熟啦，因為已經去到柴嘅階段，乾到係一滴汁都冇啊！我明明同呢位鄰座點計同一款菜式，但係佢可以清盤喎，搞到我都唔敢講話啲嘢唔好食，應該係唔啱我口味咯。大小姐點咗曼燉牛肉，據報好食，俾大家參考下下。餐後我揀咗雪糕做甜品，2個字，勁甜。至於早餐方面，我揀咗酸種麵包拌牛油果蓉配雞蛋梳芙梨。先上牛角包同果盤，喺我印象之中，呢個牛角包係我坐咁多次商務之中最好食嘅一個牛角包。雖然只係翻熱麵包，但係佢鬆脆到我可以食到成枱都係，真心好食。到上早餐煮食嘅時候，賣相都幾靚，不過一睇最服就係嗰嚿蛋。果然呢嚿梳芙梨要比蒸蛋硬10倍。至於個酸種麵包拌牛油果醬呢，OK 嘅。所以整體嚟講，睇嚟紐西蘭航空嘅餐食最強項就係麵包啦。紐西蘭航空嘅洗手間佢有2幅畫喺裏邊做點綴，咁呢個都係少少嘅加分位嚟嘅。到瞓覺嘅時候，空姐會為每一位嘅乘客開床。當中可以加分嘅地方就係個床褥，足足有成寸厚。瞓覺嘅時候可以拉埋側邊嘅隔板，可以增加多少私隱度啦。相反，回程嘅呢班 NZ 81號航機，佢採用嘅係正魚骨商務客位設計，我會稱之為最尷尬嘅商務客位。除咗 A 座位會對住 B 座位嘅背脊之外，B、C 2個座位直頭係45度角對望，完全冇私隱可言。據講呢種機即將會去新加坡升級改良，咁我就當呢次係見證歷史啦。但係都不得不吐槽一下呢啲咁反智嘅設計，個位完全冇置物空間，水都只係就咁擺喺個位嘅隔離嘅啫。個 mon 就喺呢個座位嘅旁邊，如果你要睇嘅話呢，你就要將佢拉出嚟。最搞笑嘅係，明明呢個係窗口位嚟噶嘛，但係個座椅就會係背住個窗。到空姐為我開床嘅時候，令到我更加唔明白點解紐西蘭航空可以會有呢種咁嘅商務客位設計。佢將椅背翻落嚟變成床，換言之，作為旅客嘅你冇辦法會有半躺臥，要不你就坐，要不你就瞓。中途我起身嘅時候想挨，咁你就挨窗口咯。最後要等空姐得閒幫我收床啦，咁先至可以正常咁坐返喺度。但係見到空姐喺度幫我收床褥嘅時候，我突然之間個腦喺度諗，究竟啲床褥佢幾耐先會洗一次 cover 呢？唉，唔好諗，算啦，坐完就算。輪到講下機上餐飲嘅時候啦，第一樣嘢就當然係要開張枱出嚟啦。
撳呢個掣，椅側邊就會彈一個摺櫃出嚟，用力少少拉張台出嚟就可以㗎喇。但係你有冇留意到啊？只要你拉咗張台出嚟之後，個出口就完全封死咗㗎喇。所以如果你由一開始食飯中途打寫咗啲嘢，想走出去洗手間清理下嘅話，真係諗都唔好諗啊！呢個商務客位嘅設計應該頒個包尾大獎俾佢。上餐前走，今次唔再試去嗰啲咁嘅 cocktail 啦，穩穩陣陣飲翻杯 Laurent Perrier 嘅香檳就算啦。呢程機包午餐同晚餐，首先睇下呢個賣相一般嘅海鮮醬叉燒炒麵，佢係我來回程裡面覺得最好食嘅一味。你話佢係咪勁好食咩？咁又唔可以咁講。除咗鹹咗啲之外，同啲麵淋咗啲之外，呢個味道係我所熟悉嘅咯。所以唔係講笑啊！你睇下，我真係全部食晒。晚餐頭盤我揀咗小龍蝦湯，正常 OK 嘅。咁主菜呢，我就揀咗烤雞髀，以為都好穩陣噶啦。咁但係因為呢，佢配埋啲無花果啊、南瓜蓉啊呢啲咁嘅嘢，就搞到成件事好甜啦。咁同埋個雞髀肉都有少少霉。整體嚟講，紐西蘭航空嘅機上餐飲，我覺得係合格嘅。始終係翻熱食品啦，咁所以你避開魚同埋蛋呢，其他嗰啲都相對地係可以食得飽㗎。條片嚟到尾聲，咁補充埋紐西蘭航空喺奧克蘭主場嘅 lounge， 個名叫 The Lookout Lounge， 所以佢嘅觀景都係好開揚嘅。我嚟嘅時候係早餐時分，咁佢嘅嘢食呢都係好大路，有現整窩火、薯餅、炒雜菜、炒蛋同埋香腸，各類型嘅麵包、糕點。比較特別嘅地方就係你可以點拉花咖啡，咁我就點咗呢杯 Mocha。今集就分享到呢度，希望對即將搭紐西蘭航空嘅你提供有啲有用嘅資訊。下集我會講今次去紐西蘭自駕，我哋住酒店嘅一啲資訊，點樣善用酒店會籍，用相對平嘅價錢訂優質嘅房。有興趣嘅朋友記得訂閱我啊！真遊嘆世界，我哋下條片見。